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模分享收看《福起来》嘅阿明哥刘浩明。其實福起來有幾多攝入喺手機藝人屏東無強個鐘頭。其實屏東來講嘅話，對對來講，其實幾多鐘頭類幾多幾精彩嘅故事。我哋今日有想到咯，其實係我哋下位我哋翡翠新北市，算是我哋新北市春之嘅中文之星上嚟到現場。以前啊，嗬，同我哋咧經營高中來做我哋聯絡相知，後來以即家去接嘅伊個翡翠新北市嘅本來有關於我哋新北市嘅春之。福起來有請到伊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講，到底新北市有乜嘅奇妙故事，同時我哋做乜按樣去看新北市有位鐘頭，我哋馬上歡迎文子先生，文子先生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我係來自屏東內部嘅鍾文子。其實文子我哋已是算一陣時間啦，但是我一直都提講，其實這個係算是功課嘅，係好。幾多我哋也基本嘅題目，一開始我哋先問講，當初儂想愛寫春之儂？因為我嗰時節太好，原本係讀嘅係資訊方面嘅個學科啦，嗬。嗰時節讀嘅，如因為講，我自家對台灣嘅歷史都有興趣，係嗰時節啦，嗬，差唔多民國80幾年嘅時節，嗰時節如青島我哋客家嘅。太學啊，客家研究所開始慢慢嚟成立的。如想講，我太學畢業畢來考看看啦，呢方面嘅一個研究所，看可以考嘅數目。嗰時節因為你要從工科要轉到文科去，會有一點困難。我先對如自家反映講，假使我可以考上，又可以順利畢業嘅話，我為我哋嘅家鄉來做一些些嘅事情。故所嗰時節，我順利考到嘅我哋咧，高雄師範大學嘅客家文化研究所嘅時節，我都聽我哋咧教書去做嘅我哋內部嘅灣民嘅嘅田野調查。過來呢，我又睇六對學文化基金會嗰邊，去是一個條路安尼去做我哋客家方面嘅一個事情嗬。過來我又聽黃啟仁黃校長，以向下做我哋咧聯絡嘅一個項目啦嗬。如安尼停下來，幾年前嗬，我哋講我哋客家委員會入邊可以做一個項目嘅計劃安尼。故所我都想講我哋咧新北市內部嘅新北市入邊嗬，真有特色嗬，真有很有它的一個特色啦嗬。故所我都申請一個計劃來做入邊嘅一個春之。從這個功課帶，然後轉安尼嘅文科來講嘅話，有開始有唔習慣冇？當然啦，我有一些冇習慣啦。唔過嗰時節睇研究所嘅時節，教書咪請用心去帶我哋，我有聽伊做嘅計劃，伊如講按用嚟去做田野調查，伊如講我哋有什麼方式可以去做研究嗬？提嘅如係請我哋最比較底層的公務人員，就像村長，田野。後面兩個就是場所啦，嗬，一個如係講我哋嘅廟，一個如係講我哋地方上都有人喺嗰邊打吊時嘅插貨店，廟方其實沒有聽到老人家喺嗰打吊時啊，嗬，喺嗰邊聊天啦，嗬，唔過喺嗰邊一提等訪問一個地方上嘅事情嘅話，他們都會很熱心的去告訴你，他們會一言一語這樣子跟你講，甚至你可以從他們的言語當中。再去推敲說，我哪裡還可以有線索，可以循着那個線索去做更深入的一個訪問。咁從有人頭先講嘅3種方法，睇你喺下入嘅春之嘅時候有聽數。從我入拜做我哋新北市嘅一個春之啦，嗬，我睇嘅路線去我哋咧國王宮嗰片，係算是他們的一個宮廟，宮是公眾的。宮啦哈，那宮廟哈，因為總嘅方嘅事情，太細嘅事情哦，還是講一個祭典啦哈，全部都係睇嗰片舉辦啦哈，嗰片沒有請到老人家，廟方隔壁又拄好有一個雜貨店，睇嗰片我快要100年的雜貨店，嗰片沒請到人睇嗰片聊天打電話嘅，故所去嗰片訪問啦哈，如請到好，請到可以。給我很多線索的一些鄉親。譬如講，
唔头讲国王宫嘛哈，还同我哋差不多，算是一般啲片的人常常会去一啲公共场所。但是对伊等来讲啊，唔算是一啲外人，陌生人，唔熟悉的人。唔能用啊去避等熟悉，甚至去愿意同讲很多事情，一种有啲方法。我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我如果先提前讲，係那片來嘅，因為他家人全部都係女僕的鄉親嘛，談到唔係係女僕的肢體吼，體格一路對人比較客氣一點。你們因為啲詐騙集團？沒有，我沒讀過呢事情。他爸假使講，我申請嘅單位啊，吼，係講我同那些單位做調查嘅話，我會請一點先。本來嘅公文，還講本來嘅識別證，安尼話都比較有公信力啦。聽嘢吼，我咪剛剛多講，唔可以提點講合法。老人家談到吼，提供合法法吼，他的戒心其實就不會有戒心了，反而是轉成一個比較親切的親切感。對。但是有時嘅，譬如講，我沉一些嘅東西，譬如講我人睇我做，譬如講你支持佢嘅東西啦，我都講清朝啦。有時嘅伊人講嘅歷史都講唔到清楚，唔知道要查資料時間，唔會用去印證一篇嘅時代嘅資料咯。一個問題吼，咪喺外地做田野調查吼，我遇到挺困難嘅一個地方啦。一個很多線索吼，沒對一篇路團係的。下巴外地可以有一個辦法，如果講，人家資料庫都非常的方便吼。像我做一擺從事的一個歌場的一個歌場啦吼，如果講我去上網找台灣日新報，日本時代一個報紙啦吼，佢上面假使打新北市啊、女僕中啊，安尼一個關鍵字上去吼，其實可以查到一些的資料啦吼。過來還有我哋哈米菲啊，更加伊喺網絡上面吼，有成立了一個很大型的一個資料庫吼，客家文化資產數位網吼，還有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的一個典藏網吼，這幾個大型的資料庫吼，其實對於我們去找尋這些一些線索的話，其實都非常的有幫助，這樣子。當然講咯，老人家他爸講的一條故事啊，吼，他爸可能會同以前的記憶，或者是說我們歷史裡面所記載的會有點出入。我們其實都要靠着資料庫跟我們現場的一些講法去做一下的一個比對啦。係，因為其實有時就吼，唔係講一定故意留外的，然後有時真的你記性都冇嘅，可能你記嘅時間先他要亂，你都唔約我那些啦。可是其實嘅話，嗰種講即刻可以潛喺度確定嘅時間，當我都用文獻上面嘛，嗰種潛到樣。潛到我也只能嘆息，就覺得很可惜啦。但是你唔可以用係咪？我會把這個事實表達出來。如像講，我睇一擺寫純是的一個歌唱地擺吼，我睇國王宮嗰片，因為國王宮伊係一個新北市的一個宮廟嘛吼，故所以他把假使講有乜個普渡啊，還是講祝福萬福嘅時節，個廟方都有個八公牌，八公牌吼。沒有多的人吼，如果去外地啊、附近啊，同個八公搶過了一片，好一起去同樂，一起享受這個慶典啦吼。我嗰時節老實講，我嗰時節同全部新北市總的八公全部請過一遍的。可是我實際上找的伯公的名字，跟這個國王宮上面伯公牌的名字有出入。對不起來，數目不同，名字有一些也不一樣，現場的老人家，老實說也70、80歲了，那根本一點講，哎呀，八公牌上面呢，八公，要為八公喺那片呢，給為八公又睇那片，一點也講唔出來，講唔出來，都冇辦法啊，我找了資料庫也找不到這樣子的一個資料，我如你講，那我把這個事實呈現出來。但是我們不能去下判斷說
它是对还是错。也如俺因为国考是的部分啦。係啦，因為其實學人推研究嘅，有啲我北講可能因為我綁路啦，冇路細啲路唔使啦，嘅，但是以人來命嘅嘛喺上面。聽你講，其實可能從來冇一多人會去對這樣的事情。嗰種講，雖然講有一天的研究，有一天的設施，但是你真係每一樣呢。算是專業的問題，可能創業啦、經辦一件事情一定過唔去，但是你講上面北港牌都在聽，可能也是算是蠻專業的事情，一定可能如果唔了解啦。但是其實也嘛等於講，其實你聽嘅調查裡面，唔會發現到講嗰度，他人其實冇注意到嗰種小細節。有啊，你聽到啊，你假使講條都有提到嘅。可能一位老人家伊明日睇擺北港路睇嘅，伊萬世擺到太亂嘅，唔過伊爸爸冇伊阿婆根本冇提供一個北港係乜嘅名嘅，而且提講你睇我哋門口安尼，故所我妹講一個北港很多乜嘅名咯，伊唔知你睇一邊北港啊安尼，故所下巴你一條北港嘅名冇傳下來嘅話，你真可惜啦，我哋後背我提。做一個資料，我提寫放起來做一個記錄嘅話，其實都比較困難一些啦。嗰個談到入邊，我發現到講，其實每一個總體嘅地方，好多少嗰度會奇妙嘅事情。有時喺我看到節目，我都買嗰度嗰精彩故事哦。翻過來福起來嘅，所以節目來到我哋屏東女僕嘅文字欣賞，那現場同人分享講，伊當初做馬上嘅新北市嘅村址，我總想問一下，因為其實頭先已經有講到講，其實在寫村址嘅時候會遇到問題嘛，但是聽一段嘅開始哦，我哋後面用一個簡單嘅方式，同大家嚟紹介一下新北市係點樣嘅地方啊？新北市我哋以前的 QD 名義很多新北市啦過來34年過後嘅國民政府來入邊，如同新北市伊嘅行政區改為我哋更加講嘅豐田村啦到嘅民國差不多64年嘅時間，因為人口比較多了，故所豐田村又分出來變做一個豐田村同正豐村故所新北市以下嘅地方，其實伊包括係兩個村，如果我哋豐田村同正豐村，故所我也分新北市嘅一個村子如包括也兩個村莊以前嘅新北市伊其實比我哋上嘅還要繁榮，做乜嘅以為按繁榮因為如果講，它那時候佔據了一個交通的一個要道。交通要道，因為我哋提過，以前長期堤防還沒有蓋好的時候，個堤防常常冇潑太水。潑太水的時間我哋女僕總也便宜而到還有種就是屏東市嗰片時間，不會那邊因為泛濫都會有水，故所喺新北市入邊就會有個渡船頭。所以以前的新北市其實它的水路是會比較發達的。故所有睇新北市這片以福區大部分的農民種嘅果，中國其實這時嘅農民真厲害，種嘅青島果。故所睇我哋新北市入邊，咩青島嘅碾米廠，龍骨間差不多這時節興盛的話5間到10間之間左右的數量都有。故所睇我哋新北市入邊，它是一個交通的要衝，也是稻米的一個集散地，而且它經由水路，經由我們的那邊的溪流，一直到我哋呢竹田呢跳塔種嗰片，在對跳塔種嗰片到東貢嗰片把我們的稻米去出口到別的地方去。故所嗰時覺得新北市很繁榮，就是有這兩個因素啦因為有時也都談到人家講新北市以前唔會屬女僕因為女僕算是我哋六隊體系算是政治經濟的嗰啲地方但是人家講到新北市，講以前的新北市人嘛嗰度根本唔會屬女僕但是以後來我慢慢地沒落下去，因為講
来就都有提到讲我们的长基体法，嘿，它盖好之后呢，叶片路没拔太水的，嘿，没拔太水以后呢，它渡船头就都失去它的功能了。啊，过来吼，洗丝这片又可以给火柴站的，嘿，啊，过来台一线吼，没对伊个中间的发沟去贯穿过去了，故说它也慢慢失去了水路的功能，货运跟运输的功能呢，也被铁路跟公路取代了，故说一路慢慢的安尼没落下去的，啊，加上吼更加总头吼做农的人吼，更来减少的，啊，这片后山的全部都。外地这片伊是条路的，故说这片的人口吼要见来减少的，故说路安尼冇落下落的。咁除了以外咯，其实一般来讲，我哋总头特别贵重的路，我哋呢苗啊，咁新北市有冇贵特别的苗啊？哦，新北市我也摆做调查吼，有件国泰的苗啦吼，ที่個路睇我哋新中路的一個頭檔的地方啦吼，而喺國王宮，係國王宮吼，而富士喺上山國王，係一件苗個特別的路喺講，喺上王吼，獨山國王吼，而初中間。哎呀，沒清可惜，這片苗地都嘅老人家吼，一定都講，也個喺太平路喺我哋一般看到嘅上山國王苗路喺太王做中間嘛，都一件苗喺上王初中間，啊每一定講。我安尼咯，典故用來咯，一定如講以前都安尼，咩講經濟，咩有可能講喺無傳下來講，做乜嘅無安尼啦，係一路一件苗最特別的啦，啊睇我哋新中路嘅面下吼，有個正安宮啊吼，啊地位擺喺我哋慈父千歲同玄天上帝啦吼，啊附近有一個新發宮吼，係新華堂吼，新華堂伊一個個特別，如係講我哋都有提到講一片松冇拔太水，係新華堂地位擺喺我哋呢鄭成功，係鄭成功，做乜擺鄭成功咯？因為拔太水啊吼，嗰時節嘅村民會認為講鄭成功以前是管海軍的，他的水軍很有名，海軍很有名，故說吼可以抵擋大水，故說如睇我哋新北市那邊。蓋了一個鄭成功廟，之後鸞堂信仰進來之後呢，他就又在延平郡王祠這個匾額下面呢，又有一個小小匾額叫做新華堂啦，吼，也如一個個特別的，過來話有我哋呢福山堂吼，福山堂地位擺喺我哋呢關谷，吼，因為福山堂也是一個鸞堂的信仰啦，吼，我說它除了關帝廟這個匾額之外，沒有福山堂也上嘅名嘅，做嘢一個匾額這樣子。過來路我哋呢慈濟宮，嘅另外一個聚落嘅片啦，吼，慈濟宮地位擺路我哋常常會看到嘅一個媽祖，路差唔多新北市有呀五個太廟啦。因為五個太廟堂風來，吼，等於你說我哋睇六隊嘅算是太歲總頭啦，吼。一般來講，我哋講神明的一種組成，吼，大部分亂的三山國廟啦，吼，媽祖廟啦，吼，昌王公廟啦，吼，但是你頭講到講，我哋昌王公廟，應該延平郡王祠，好，因為昌王公廟我哋我講，大部分講喺我哋領導嘅我哋我昵稱為昌王公廟，但是原來延平郡王祠對下路一啲嘅新華堂，然後我哋講關帝廟對下路一啲嘅福山堂。中國嘅不原來堂和同時頭有講到鸞堂那一堂係乜嘅東西？鸞堂伊其實就是一個鸞堂信仰啦，哈，那個信仰它比較特殊的就是說，它會有一個乩身跟乩筆，那乩童它會透過乩筆哈去傳達神明要告訴我們的一些指示之類的，指示，那鸞堂信仰它比較像是儒釋道這三個系統去產生的一個信仰組織啦，那就是在那個資源比較貧乏的年代哦，去教化人心的一個功能，去安定人心的一個功能，這樣子，更加個特別的來講。新北市這片新華堂吼，辦有乩身同乩筆，係而在明年呢，過年過後吼，我有新春開筆的一個儀式啦吼，中間咩我有本
伊等呢信仰者吼去做门市的一个歌唱啦吼，啊福山同路比较可惜，伊也个技术啦吼已经无传下去的，故所伊等呢基比如供奉特级片，伊如无开笔还讲本人门市的一个歌唱，也个文化有比较断层的一个现象，这样。这片爱搭糖豆啊吼，迄讲福山同以前啊吼，迄一个台北客，福建的欣赏吼，以下来一边创立的啦吼。伊原本迄个崇正祠，崇正祠迄天啊，电新北市旧碑个片啊吼，有个细细八公庙，个八公庙啊吼，有你如讲个片八公啊吼，我以多更加福山同的个片，伊可以个庙来服侍爱的呢官衙，就是关公嘛吼，过来以后摕个片。它可能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它会在那个资源很贫瘠的年代，当大家没有钱去看医生的时候，它有办法去跟神明沟通，然后去抓一些药方。开药单，开药单。过来慢慢的吼，伊个药单。糖讲救的青岛的人，故说给时节福山同摕个片要创立起来吼，非常的快速啦吼，因为之后呢，法律也比较严格了，故说也个抓药单的一个习俗，渐渐的就停掉，药单的一个形式呢，都转化成他们的人家爱的庙方我看到花包，如像主持人就都讲的吼，他们的花包的来源都是。供奉爱的呢神明吼，伊的呢法拿来塞迄个吼拿来做法宝。福山同配地地方，我无平用迄伊除了讲法宝以外啊吼，伊点嘛会加量的素材，譬如迄讲我们的从棺材那边取下来的木材，还有丧事里面吼，披麻戴孝的那个麻布，因为讲加了这2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素材之后哈，这个花苞的效力哈会比较能够驱魔或什么，有威力我个强。可是唐代药片，我发现到讲，其实伊个庙吼，唔单止讲有几多位伊的生存的伊的故事，其实伊的神法应用地方吼嘛，几多几神奇的地方。休息一下哦，下段节目我哋买几多几精彩故事哦。翻过来，福起来嘅。上节目来自我哋屏东内埔嘅总文字先生同我哋分享讲，新北市有乜嘅鬼特别嘅一个宫庙。我想问一下先生，因为头头已经讲到我哋一般常看到，变到讲三山国王啊、妈祖嘛吼，但是其实我哋台湾有其他嘅宗教，但新北市有冇？新北市没有啦吼，以前总头方吼有个天主堂，如嘉陵堂，个高飞很多嘉陵堂安尼啦吼。个高飞同我哋内埔的龙泉嗰片吼有个玫瑰堂吼，伊等都隶属于内埔的耶稣君王堂底下的一个分会啦吼。一个耶稣君王堂吼，喺我哋嗰时节大概国民政府来台不久之后，有一个德国的一个神父啦哈，卢万德神父啦哈，以东我哋呢。女仆那边来创立天主教来传教了哈，嗰时节一路东爱的那新北市那片去做一个分会这样子，嗰时节来到亚时节睇爱的一个乡族的一个佛房地拜哈，总是一个佛房地拜去做一个传教，传教的过程呢也非常的顺利啦哈。我有讲咯，因为嗰时节传教的时候有2大利器。一个是奶粉，一个是面粉，摕个时节啦吼，大家物资都很缺乏嘛，教会就用这2个礼物呢，来跟乡民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关系啦，所以也广受一个乡亲的一个
一个接受度非常的高了吼，嘿啊，甚至于讲嘉陵堂吼，以它在成立之后，当教堂盖好了之后，他们利用后面的一个空地，好又创建了一个玫瑰幼稚园，嘿，玫瑰幼稚园呢，现在大概50-60岁的一个乡民的一个口中啦，他们都还读过以前的玫瑰幼稚园，对啊，因为教会来说也比较没落，那以前的一个玫瑰幼稚园呢，已经转型成现在的一个私人的利群幼稚园这样子，嘿，那利群幼稚园现在是有一个卢园长在做一个主持啦哈，那卢园长在这个我们田调过程中也帮忙非常大，嘿，他也提供了非常多以前的一些旧照片跟旧资料给我做参考，这样子。对啊，其实在访问的过程中啦，哈，有都讲到那个我们的神父嘛，哈，他去宗家的伙房，嘿，去做一个暂时的一个宣传的一个当做他们暂时的一个教会啦，哈，让信徒们过去那边聚会的一个场所。看看来讲吼，如果我哋汉人啦吼，我睇堂下几片啦吼，我我哋圣主牌，我比我睇几片摆咩吼，2片呢可能人喺神明，呀个宗家伙房吼，伊无共用哦，伊堂下吼摆喺厝嘅讲喺我哋咧圣主牌以外啊吼，伊喺圣主牌上面还有兴旺爱3个字的一个匾额，嘿，呀个睇呀个神主牌的隔壁吼，是圣母玛利亚的像，这个圣母玛利亚呢，每天的我哋圣主牌吼，共用前面标的一个香炉，嘿，这个宗家伙房的人呢，把圣母玛利亚也当成一尊神像，嘿，共用按呢，民意台分享的时间呢，也会3炷清香。放在圣母玛利亚前面，也本来看呢挺感动啦吼，我们因为讲我哋呢台湾啊吼，对一个信仰哈，它的一个包容力是非常非常的大的，不止中西文化的一个合并哈，连是我们一般的民间的信仰呢，跟我们的天主教呢也能够融合的如此的一个融洽啦吼，除了一个吼。跟宗教佛法人没讲啊哈，以前一定喺圣诞节时节哈，天主教一定会布置那个马槽的一个布置的一个布景啊哈，福区呢唔係天主教人，有冇過來看？他感覺吼都有那個過節的氣氛，大家和樂融融，係啊，我看到是講。挺难得啦，挺难得台湾一个安西一个乡下地方吼，可以看到信仰跟中西合并的一个融洽之道。也无同样的宗教，其实伊喺亚边伊的宗教地位，还是他个人可以互相过和平的伊的生活。可种头已经有讲到，其实我哋一几年哦，新北市的路街呀，其实够有名。很不同的观众朋友，他要讲一下，新北市的路街都在以有名的地方停咧，无论讲人去到新北市的路街，爱看嘛咯。刚刚啊，等王强的亮片啊，吼，如亮的比较有规模的一个巴洛克式建筑，像昆协盛啊，吼，都有提到过新中路上面啊，青岛嘅卖布的啦，卖和服的啦，吼，我最多有卖玉嘅啦，还有吼，我哋咧插货店，昆协盛它就是一个亚安的插货店啦，吼，以上面吼。又有狮子的造型，又有老鹰的造型，还有上面有打英文。给睇董事来讲啊，吼，係比較新潮的一個建築的形式啦，吼。故說我因為講也按呢形式啊，吼，睇可能睇北部、睇中部啊，吼，還看得到。唔過睇南部又係睇外地呢客家種啊，吼，也看起來實在係。個無共用嘅啦吼，我按呢啊吼，除非了講，電條都講到以係一個交通運輸的一個功能之外吼，以嘅商業功能也很好，吼，如果電公民嘅一個交流的一個出口的中心吼，故所帶動了整條街上有這麼熱鬧一個繁華的一個。景象啦哈，连带的连建筑也跟别的地方不一样，真是唔同样。因为一般来讲嘅话，大部分听下人绿岛来讲嘅话，比如讲人屏东你会的利沃祠堂，
好，你不怎么也不能乱来跟做，但是因人喺前面的哦，好，一个底部的池塘嘅部分把喺人类的火房形式的火房，还有我哋呢小屋嘅啲门面啊，好，嘛係算是我哋仿巴洛克式建筑。但是啊，看到講睇一啲暗色範圍地方有暗道木、暗道通吼，空時間附近做好來一啲算是一啲安講嘅房來講嘅話，真係都可以看得出第一期時節也地方嘅經濟一點吼。哦，唔希望講啊，我等於講以今日來講嘅話，哦，你等於是你睇一啲安繁華嘅地方，同時間有這麼多好安好嘅一啲屋嘅地做，聽你講。這世界的俺能講，俺能講經濟規模也是很大，好，那可以支撐得起俺那些屋嘅做嘅同時，伊人這世界俺多人，一定要搶人嘛，哈。可是從一般來講嘅話，俺哋新北市嘅啲人咧，俺能講，有錢人我都講俺哋太加速，太有現代的。新北市吼，青苔一個鄉啊吼。我鄉種的啦，鄉種無如鄉王，吼，還有一個姓侯的，嘿，也其實吼對六都的世界啦，吼，就係有青苔一個政治跟商業上的一個版圖啦，吼，尤其講我哋鄉種的吼，以前有個有出過六都的總理啦，吼，啊之後吼又有我哋內埔總的。莊長啊，吼，鄉長啊，吼，如係我哋也總介安尼也編出來吼，甚至於講，從王家吼，永康宮派下吼，伊定對更加豐田國小嘅片呢一個校地啦，吼，談講伊定呢一個上飛啊，還有兩個梯吼，伊本來定呢豐田國小去做一個他們的校地啦，吼，故說這些大戶人家吼。不但對政治上有涉足，對當地的一些經濟啊，也都非常有貢獻、有幫助，所以才帶動整個地方上的一個繁榮。這樣子。因為頭先眼光都講，其實老街地方也好，唔單止講，其實當時就本來都算是一個國泰經濟規模，然後有安尼一個形式。佢從一更加來講嘅話，伊的一般人的生活來講嘅話，係咪其實也是圍着老街在生活？對，也是圍着老街在生活。因為這個新中路的老街啊，豐田老街啊，以前早晨有很多賣早餐的，早上也有一些像賣豬肉嘅，咩會出來，到嘅下晝啊，咩會有市場嘅嚟賣菜嘅，唔過我哋都有講到講啊，更加青島咩老人家，如果生人嘅，大部分後生嘅吼，到外地嗰邊去是投入嘅。故說以前有安尼規模很大的一個市場啦，吼，而家慢慢的咩規模也變小了，甚至於講以前啊，吼，幾條新中路啊，吼，一個禮拜有2日的人家講嘅雙戰啦，吼，南部行人講雙戰啦，就是現在說的夜市啦，吼，以前一個禮拜有2個安部有夜市，而家吼，我談嗰篇人講吼，一個禮拜搶1日，1日吼。才2-3個攤位，整個規模就萎縮了很多。佢最近嘛同我講，新北市有冇黑金行業？幾時買嘅呢？黑金啊，哈，老實來講，黑金好像不是一個很正面的名詞啦，哈。不過在10幾年前，哈，國際上的黑金指的是石油，近剛我哋新北市的黑金啊，直接喺我哋呢挑食鋪。同挑油，唔看挑食鋪係咩顏色的？冇錯。挑油咪係顏色的嘛，係因為以前啊，吼，睇新北市入邊啊，吼，就都講到嘛，睇新北市入附近啊，吼，種係青島嘅谷啦，吼，嗰邊嘅時節農民大部分都係種谷來維持一定生活啦，吼，谷熟起嚟以後呢，一定會種一條雜糧作物，大部分入附近種嘅都係挑嘅，挑嘅熟上嚟以後，吼。附近呢做挑油的個廠商啊，如果過來提點樹嘅吼，如果唔係做挑食鋪，如果做挑油，更加個有名嘅，如係像廣美來金啊，吼，像藝術風提到都廣美來金啊，吼，而按樣講，而本來爸爸路卡吼，咩係真有名嘅做挑食鋪嘅啦，吼，而為到傳承。
传承以外呢，以及改又还要创新。故说他除了传承以爸爸给自己做调食谱、做调理为一个口味之外呢，他还要创新，他用现代的机器，用现代的一些消毒的技术跟一些包装来把这个旧有的产品、旧有的技术，把它做一个创新，做一个传承延续下去。也很俺因为讲俺等新贝斯它一个之后可以比较去做行销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展望。观众朋友看今日节目，我发现到过，伊这个细细的新贝斯吼，真是几多好老了的地方，以为几多故事，还有几多可以去寻的、去发现的地方。希望感谢我哋咧文字欣赏咯，现场分享安精彩故事。多谢主持人，多谢大家。休息一下，我哋听下咧欣赏来，强下运动哦。我看福起来的观众朋友，记得去我哋面书点赞，还有到我哋客家电视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